明仔就是元宵，敢有法度看到月娘，这是真个乡亲真关心的代志。北部甲东半部分量比较较济，甚至有落雨。中南部呢，中南部较有机会，特别是明仔载会有119年来元宵上界大的这个满月，月球会通过今年离地球上界近的近地点，后界若要等，就要等到2081年。 今年元宵月娘特别圆，也阁是119当来元宵节上大的月娘。元宵的晚间，属于最大满月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，在观察满月的天气条件呢，中南部地区相对来的比较理想，北部还有金门、马祖，甚至呢东半部地区云量有机会是呈现比较偏多的情形。 气象局表示讲，中南部比较有机会看到月娘。今年元宵月娘是119当来上大，因为这元宵节当天，月球会通过今年离地球上近的近地点，因此会当看到上大的月娘。错过这届，就要等到2081年。119当来头一撮元宵上大的满月，是毋是看会到咧？加上这个暖湿空气影响，要看到就要靠运气。